经给过我支持的每位朋友。其实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常常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没有出路，很想放弃。你们一定都看不出来。真的是你们给了我一份责任还有力量，让我能够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一直撑下来。希望我出国的时候，当你们遇到挫折不要绝望，我永远会是你们最好的朋友。谢谢。我爱你本爱表啊才认你，直到台北汉经很想多年，安那个年日时间很难用半个3年，希望3年时间像日前台风。常言讲台北工作安好做。相認安心交，甲你講話講到橋，等3年就一樣要甲你了。你愛照顧你身體，唔好擔心愛壓力，那個朋友在壓力，全部沒事，從你跳過送本意，真是唔咩安重視。希望一定在心里多想你。希望我不在的日子里面，你们都能够好好保重自己。让我回来以后还可以看到你。冇要日日冇想你，每日不要梦忆你，每個禮拜打電話，倘也相見，倘也相見安心交，甲你講話講到橋，等3年就一樣要甲你。希望一定在心里都愛你，為了前途離開你，3年時間變行你，可可愛也結奈錯派過下。